来客家寮拍片哦。客家寮路你隔壁呀？有，在大埔附近啊。大埔尾啊，对哦，若去拍是拢拍古厝还是拍啥物？哦，去找古厝咧拍片啊，为得胜出名哦。我们要拍台湾三部曲。哦，去台湾三部曲也要带新娘拍。新娘兼水汤饺，我拢规划啊。哦，这熬，快上比新娘兼水汤饺。我新娘汤饺啦。我你个韩国啊，过来出境了。韩国啊，来出境。当拢来台湾市出境。哦，来韩国人爱咱台湾市的，嘿嘿嘿，好赞。哦，这好消息。哦，这头家要食这。哦，谢谢啊。哦，因为安尼盐水的老戏叫做永城戏啊，对只去迄通的呢。对只去啊，那个。啊，是你要做遐去迄个工地。对只去啊，袂。还有已经港清水公园了，还有那个庙记叫啥？那庙记朱，有个朱啥物？较了你唔只去就快啊？是。慈德禅寺呀，唔知你就较了唔只去哦。有啦，我对遐过，对遐来咧。谢谢啦啊。有，感恩啦，谢谢。